好，来继续来看政府要伫个婚林来设离婚风力的发电厂，渔民认为会来影响到市场，反弹抗议。昨下晡，渔民甲厂商伫个婚林县政府开协调会时阵，有4个不明的人士到场，其中一个人摕手机翕相，一直咧翕这个渔民。渔民就惊安全的问题，马上来报警。这个警察到场的时阵，竟然超出这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佮炸刀啊！这气度不良，全甲这4个人带转去警察局侦办。来等你开会，所有人回头看一个门边写的少年人，伊是什么人？无人熟悉。我们来看开会结果，你们继续开你们的会啦。4人拢无要讲伊的身份，其中有人摕手机啊对在场的渔民咧翕相。我是中立的，你哪开恁的会？是你中立对啦，但是你表明一个你是什关身份嘛？无什么单位啦，我就单纯关心啦。这场协调会是伫婚林县政府内面开的，是渔民甲离岸风力发电厂厂商的会议。因为渔民反对设立风力发电厂，反正讲人身的安全受到威胁，就来报警。警察伫现场敲。穿乌衫这个查甫人，雄雄伫碰一旁洗物件，互警察看到，当场挑出一支刀。4个不明人士到县政府参加协调会，佮炸刀啊！县长张丽先知影了后，真生气，要求调查清楚。公权力的机关不应该也不容许的哈，他们如此贸然进驻了哈，所以未来我们针对哈，只要要来租借场地来这里协谈或是协调的，那一律要出示证件。警方无想要讲出4个人身份，抑过炸刀啊参加协调会，已经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，将依法上办。